万年崔文秀，模范天仙，天理难容。众西子四次下凡，吹翻天条。奉有命，将西公主阿燕天汉用，再本崔文秀吞下龙泉丹。
心，就算失了梦千丹，我也唔会忘记娘子你啊！总是讲，爱家人无小理，分隔千里也无算是几里。真心爱就有回应，有期待，有加成，安样就能满足我俩一生你了。爱上你，爱意每摆对摆。用说情中伤害，龙君依旧在等待，等待，情也初次给到来。你莫别安讲啊！叶老贤，你该该听得来呀？叶老贤，你看，他世上这位，你是讲你唔对，来这路时时带你下凡哦。叶老贤，你看，两法天定色，虽然唔像天界般法律非凡，不过3年半我感到心自由。莫怪我事情，就算冒犯天条，也会多你言。有的敷衍论，你看这个秘境，挨做我的上司，等我磨汗了后，临时就带你回转天庭。忙一张，忙一张。
聂老贤，我是唐你的。你转干呐，半天呐，俺应该不应了哪哟？张黑呀，风险呀嘿呀，一片云呐，没错吧？自爱呀，滚你呀，来天呐，什么哪哟？相亲相爱呀，一真人呐。你讲啊，一时嘞也唔会正常哎呀。呀，咁么真冇意思嘿。哦，你俩地方你冇个意思啊？呀，全做系哪个主意啊？提到通情就等做，有乜个意思呢？哈哈哈！小事儿嘛，人讲是相当重啊。一个人呐，嘿呀，该哟，桂林呐，真呐，那么是啊是啊，老二讲咩冇要紧呐，人间真爱。嘿，佢叫自己去走情，乃只不过嘿顺水推舟来成全天天，那嘿大嫂都爱爱情痴去呀便宜，爱去呀不是无限其他眼望地法来头那hin。真爱娘伴自己去走情呐。哎呀，你个言呐，嘿该人生话贵太呀，该什么人呐？你家讲嘛？好好好，哎，老你讲，答对男女那是真心相恋，都会出现一对的真心伤。真心伤那是出现，改变出是天生好姻缘。哦，原来是按流行啊！哎，一枪有感应到真心伤会出现。你先低调不对我哦，我磨汗了后，马上带你回转甜甜。来弟嘞，你去冒汗吧。哈哈哈。
唔让我退下？你哋咁要疏爽？冇啦，咱们是先自己嘅上救，NGT 扮演嘅拖行，才是本记者口腹嘅有破事体哩。错，从今后 NGT 应跟随先自己身边，侍奉左右，天为干，地为平，恩人唱颂，素颜一拜。好起来！爱下出天，俺都阿出妹，不敌恩人尊享太明。不瞒你说，我乃天上之孙，玉帝之女，七仙女小诗音。原来是七公主，强苏小仙武哩。放起来，再唔放起来，我要出去咯。是。从今后啊，你就要小心修炼，莫再受到欺负咯。多谢仙女提醒。莫再上瘾啊！基本给人所持就给拼内上，这张你眼睛，记喊错牛肉。小诗音嘛，已经下凡7天了，到今不见他的踪影，那是默默的心，那一路就无马的多番震动，麻烦了。小诗音嘛，你到底拖来没啊？佢几年前输上这个春南别国，喺挨救济转来，佢就像挨个老太高强样，大摆啊，挨心情唔好时，佢就会陪挨来俩搭的，佢最后到两位嘅好把水咧。他唔按你讲，你俩请你陪我哋俩了啥？我也心情唔好嘿。啊，唔系啦，不管挨，佢唔爱讲法，是。我输气，唔知为嘛解，系大摆只会谈到你不拼呢，系随得人拼呢上欺负，系就感到心快乐。你忙是有安样嘅感觉呢？今日当你对你吹走。讲啊！你还会再见面吗？当然啊，做你想见爱，爱啊，等你都得了等你。都快得了等爱啊！是啊，无论是拍法、拜托、年纪老，爱啊，我得了等你10年。
唔错哦，是20年。啊，不对，是200年。我啊，都为得了等你，你永不分开。好啊，给俺你就按你要听，我当你都来了情，俺你永不分开。永不分开。那是有一年，我来唔得嘞，牛郎讲你就唔好等嘞，點麼？你为嘛做唔得来？因為子英，你看，那上条寒铁票是红色的呢。了了沙皮有安到真心，代表牛郎小事音，虽是沙现在年前，是多障碍不天庭，哎哟，是多障碍不天庭。子英，你看，那上条金不公呢。啊！真心伤，小师爷，你干呀？随我飞进天庭，子英，你要去哪？可以分。